上次咧，俊仔同大家介紹咗嗰隻暖風機係坐地一等嘅咁樣，可能咧唔係好啱個別嘅家庭啦，因為太大部驚壓頂啦。我哋今日介紹款新少少嘅，仲要係迷你版嘅暖風機俾大家，就係呢一隻。你見到咧佢個對比一下先啊，佢哋咧個大細咧係一個係比薩斜塔啦，一個係鐵皮屋咁樣嘅啫。OK， 咁呢一部暖風機咧簡單操作好多啦，得4個掣俾大家嘅啫，得4個掣俾大家嘅啫嚇。咁首先第一個掣係開關掣啦，聽到嗶一聲之後咧就係開咗機噶啦。然之後 F1、F2 兩檔嘅暖風啦。咁你嫌佢黑掹掹冇嘢睇，可以撳第3粒掣，可以着埋翻呢個氛圍燈俾你嘅。咁最後一個掣就係校時間啦，望一望上嚟啊，時間1個鐘、2個鐘、4個鐘、8個鐘，俾你做埋呢個計時嘅功能。而家我哋呢一隻都係香港行貨，仲要係有 ECO 慳電核心啊！呢一個係啦，咁原裝行貨1年保養啦，有興趣可以嚟我哋淘多多度買啦。